有一种台湾的特有物种叫做猪肉树蛙，台语号做河怪或者是青药，主要是生活伫咧云嘉南地区的竹仔拿、果子园，也有积水所在。嘉义大拿种特选的农民结合着林业保育署的认证标章，成立台湾头一个照顾河怪的一个菜色果子合作社，要用照顾河怪生态优先种植方式来推广当地种出来的特选。竹仔下骹乌地啊，拢是当咧大笋啊。人客买的时阵，笋农才会来插笋啊，遮个顶啊拢无落农药。等甲落雨的时阵，河怪就会当直接生长。嘉义县大拿的笋农用这种友善环境的种植原则，成立全国第一个保育河怪的农业生产合作社。只能在那个教科书还是什么上面看到，是比较可惜。趁它现在还能保护，就是讲咱有这个合作社，咱会使集结大家的力量。我这个产量较济，咱要找通路还是啥物，要推广咱友善的农产品，咱嘛较好讲。农友讲，大拿因为种竹仔生产笋啊，所以本来就适合河怪生长环境，透过友善的方式来种植，会当一兼二顾，生产甲保育的发展拢通兼顾。我们有做到保育，然后又让我们的东西有再多一条管道可以去贩卖的话，那其实对我们跟对生态都是有帮助的。合作社表示，目前已经有24位笋农摕到林业保育署的认证，种植的范围计用12.5公顷。未来会透过林业保育署的认证计划，大大发增加合作社的产品，希望透过这款方式，向民众推广有色环境种出来的作物，嘛提醒大家爱关心生态环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